日本属的华东地区有生态移民村，其中之一的林田移民村，如今家嘅花莲凤林、太阳一村、太阳二村同北林三村，都竟含保留的许多文化资产。其中日本属的林田警察管理派出所，都竟有百年历史的。合为费时的千多万元涨价的过后，变做具有特色的客家庄移民村警察堂。皮合约的警察堂的背景，三期消费设计的天阳法通，居民打扮做警察，本游客打扮做催访、观业拘留所，新人呢也是来做营业式警察。希望透过该生活有教育性的天阳法通，重新来发挥路建筑。没听过。大人物有没有穿裤子啊？有。嘿，打卡了，打马孔不力，谁把谁？犯人在校，大人说你们有没有前科？两个日本巡查，新闻牛来嘅记下被嫌疑犯，本但应该系严肃紧张嘅气氛当初，我现场山那嘅鬼欢喜，原来系丰年镇日本时期林田移民村旧巡查堂账号嘅，配合背景推出巡查牛嫌疑犯嘅天阳法通，杀起居民做日本巡查，游客做嫌疑犯，来天阳本人管嘅感觉。警方本人审问之外，还可以一个带手铐、贴档案相片，关到拘留室度，让他教的个专心，还做出个可以用的进程。现代小孩应该没有体验过这种以前被日本统治过那种 feel 啦，就觉得很神奇、很好玩啊，一起来拘留一下吧。我觉得就是有点回到过去的一个情形，因为现在去警察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警察都很比较亲切啦。如果进去他们就是会很严格的管教这样子。不过整个活动非常有趣。天面无查到犯罪证据，表出嫌犯，游客一个欠高货盘出水军，还是主卡面线来改运，人他讲是才系铁好教的。要解运啊，盖运啊，非常好吃。扮演日本巡查的三期居民齐面同讲，要做到总比讲的改恶的日本巡查，因为屯现实生活当中的自家所长太慢，是才系个困难，高程度才是老亏。这个衣服是那个去那个就是拍那个赛德克巴莱的那个道具店去跟他买过来的这样子，我另外一位警察同事，我看到他，然后他看到我，两个就这样，好像就快要笑场出来了，就快笑出来，真的很压抑的，不敢笑出来了。你还有画胡子？对，感觉很痒，一直要把它擦，一直要摸它，已经花掉一次了。丰年镇太阳一村二村同北林三村，日本时代算系花莲港塘丰年之塘，设林田移民村，村都的林田巡查官派出所放喺嚟几下年，游客为费时嘅几千万元来涨，变做个有特色的客家庄移民村警察堂。现在派出所吼，甲原来的台中里的派出所啦吼，日本时代日本人行政厅的派出所的所在吼，光复以后吼，派出所去采撤掉以后，底就荒废没使用吼，提供因此啊，看到啲案发的位所、案后的位所，屋啊，就去抹贴了，非常的打扫啊吼，所以就要求咱的警公所、警公所感觉有需要。个严肃嘅警察办公室系经过日本时代光复过后嘅国民政府都建的百年建筑，是变作闲置的空间。正前方这一部分就是当时警察厅的
派出所的门厅，然后中间这个比较大间的是当时巡佐就主管的宿舍，然后右边是一个比较小间的是警员的宿舍。那这个警察厅是一个很古老的形态，就是说它是派出所跟宿舍连接在一起的。因为后来比较老旧了，所以国民政府时代来讲，就是新盖的右侧的这个新的警察厅的门面，然后这边就作为那个仓库了。重新整好的警察厅变作为多功能的文化馆舍，展出到相片，希望本居民们以韩式世界的情形，拼出移民村的丰富历史。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那个资料蛮有限的。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借有这样的照片后，那可以抛砖引玉，就是让这附近的居民可以勾起他们就是说，过去儿时的一些记忆。对，那可能我未来可能会希望说，透过祈祷访谈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构思，然后就是让大家来讲说，卡扎好玩谁啊，然后我在警察局那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馆舍都没有老文物展示，虽然数量不多，不没拉显示警察工作的世界。我们的仓库里面找出来的，这个像这个是以前那个我们在配发警用.38手枪的时候的枪炮，这个是它的那个备弹夹，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它的那个装弹器，以前是装子弹，就是以前那个左轮手枪是6发子弹嘛，都是放在这里面，这个也可以叫做快速装弹器的，所以你开枪开完了以后，把弹壳退出来以后，这个直接上去，比较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也在家中睇访谈甲的都位 Q 式访谈公版改从，做得看到这群警察的全副武装世界的辛苦。防弹钢板，它这个是在差不多70几年的时候在用的。那比较新的还有一种比这个还薄一点，那个也是防弹钢板，那这是比较久的，它可以防6.5步枪，之前我们穿的那种防弹背心的话是那个只能挡那个手枪子弹，这个是可以挡那个步枪子弹的防弹那个钢板。事实上，要熟悉警用老文物并冇咁简单，因为东西一到期，大部分都会处理好。我们的东西有保存期限，那时间到了以后，我们都会销毁。那这是就是已经销毁过，还剩下来的，我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它找出来的啦。除了用心得到花莲珍贵的警察相关录像片同文物之外，接受委托管理的花莲乡村社区太好发展协会和发挥创意，学国外的经验，设计好搞亲密的互动体验，希望游客对客家庄移民村的警察厅留下深深的印象。这里是一个日本时代的警察厅，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警察主题做一些创意发想。国外是把废弃的旧监狱做一个创意的那个体验，那我们就想把警察厅做一个创意的体验。那这样一来呢，可以呈现比如日本时代的警察的样貌，然后又可以有跟游客做比较有趣的互动，然后甚至未来还可以有教育的意涵在里面，比如说叫大家不要做坏事啊，要奉公守法等等。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元素啊，才有办法让这个原来的空间在原来的文化基础上有更创新的发展。菜市的后生人屯去澳洲打工游学的时节，看到的每一本 Q 监狱体验法通来改良，加倍自家的想法，打造出客家庄移民村警察厅的创意及流式。这边我们有这个嫌犯的档案，就是那个会拍那个口卡的时候，他可以拿着这个白板，然后在这边拍照，然后就是一般那种刑事档案这样子。又有这个很比较美式风格的那种斑马囚犯的斑马纹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搞文创，然后就是设计了这个金手铐，但是是很富有的金色手铐这样子。以流式的表方面画嘅图，爱本游客看你吃到过气。这都是我们自己构思的，比如说像新来的给我去扫厕所，然后或者是这边假装就是隔壁还有一间，然后所以就说隔壁有新来的这样子。那这些都是我们想听到一些什么监狱里，比如说有一些大哥啊，然后他就是很凶，然后要小心那种
穿裤子的时候要小心之类的。警察堂还有用公防做设计嘅吉祥物保庇嘅太人，并非没有后生人嘅太当创意设计。目前看到我们的那个警徽是我们玻璃基的警徽，我们是依照那个真正的警徽，它是白鸽嘛，原本是白鸽，然后加翅膀，然后加一个那个国旗的符号嘛，所以我们就想说把我们可爱的玻璃基结合警徽呢，但是我们想说要让它有趣，然后有创意一点，所以我们就让它裸体，然后就是遮住下半身，就是一副很害羞的样子，然后还有腮红这样子，旁边还有2只小鸡，就是来做点缀。抓犯人，然后犯人长什么样？有警徽人会摸自己头发的，自己的头发，然后呢，有警徽的人会摸自己的头发，还会还有戴眼镜。对，我们在找线索。一群成人呢，着穿警察制服，戴上警帽，各有用嘅嘢睇警察堂前来起顺，按照同志方，也係教會設計嘅成人呢，演繹警察嘅體驗，我本成人呢認識也個增壓。先找出那个一点线索，然後再去找。那你今天有抓到嫌疑犯嗎？有。我們有分組。那你我們第3組連續抓了2個嫌疑犯。你們有體驗警察杯杯的生活這樣嗎？有啊，有去找通緝犯啊。你們要怎麼找通緝犯？例如說找他的特徵、線索，還有跟他的身高。我嫌疑犯。那你覺得穿那個警察杯杯的制服帥不帥？很帥。很帥。那你以後會想當警察嗎？想。為什麼會想當警察？因為警察這個工作很棒。棒在哪裡？棒在可以賺很多錢，可以保護大家。你覺得警察杯杯帥不帥？很帥哦。追犯人。那你以後會想當警察嗎？還蠻想。為什麼？因為很好玩。很好玩。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警察厅，那我们希望说，也让孩子在这个来这边，除了参观、认识文化啊，认识我们移民村的背景，认识警察的故事以外，我们也希望他可以有一点警察职业的认识跟体验，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小小的警察制服给小朋友穿，然后还有警察帽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来可以当1日的警察，所以他们可能要受训，然后他们要有一点纪律，然后呢，我们会请他去抓嫌疑犯。然後呢，甚至他將來可能就是，比如說他還可以學指揮交通等等。採用後生人的創意，設計發拍唔會時刻刻的天陽發通。花蓮鄉村社區太好發展協會總幹事李美玲，希望做對為社區創造新的天陽經濟。這個體驗呢，我們未來會採用預約制。那因為我們的館舍空間都不大，所以這樣的預約我們原則上是設定在10人以下。那我們希望提早預約，因為那個警察演員都是我們當地的居民，所以要採預約制。那我們的居民就會準備換裝啊等等。那我們也希望說，它可以成為我們社區的一個另外一種體驗經濟，這樣可以創造一個小小的一個就業機會，這樣子。估計本空研發法案例喺台灣已經有近來近太嘅公民力量支持，唔過單純盼文物展示策展發通，艱難相當嚴下。我所花蓮鄉村社區太好發展協會，希望帶入常態性嘅互動體驗發通，透過發拍有教育性嘅故事情節，本遊客加添親密嘅感覺，對警察堂留下層層嘅印象，俾本幫人建築真實翻生。
以上就是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感谢大家嘅收看。农委会林业试验所先前成立嘅树木医学中心，还规划未来4年要培训200个树医生，同时会建立证照制度。不过也有人唔赞成安尼嘅做法，因为也会变做少数人赚钱嘅工具，甚至系落树嘅灾难嘅开始。下礼拜向下嚟关心，我哋再会。